大家好，我係騎士，今日變身成為小老師，同大家一齊畫畫啦。開始之前，我哋先欣賞一下大家嘅作品。多謝你哋嘅參與，希望下次可以見到更加多大家嘅畫作。繼野豬之後，貓就係騎士第二中意嘅動物啦。所以今日等我哋一齊嚟畫自己獨一無二嘅小貓啦。首先輕輕畫一個圖形，咩圖形都可以，隨自己中意。然後喺圖形中間畫一個倒三角形，形成小貓嘅鼻哥。之後喺圖形嘅上方兩側加兩個三角形，呢個將會係小貓嘅耳朵。喺倒三角嘅兩邊畫上眼睛，再喺倒三角下方畫上嘴巴。眼睛同嘴巴嘅形狀將會決定小貓嘅表情。我哋畫一條垂直嘅線，將嘴巴同倒三角形連埋一齊。喺垂直線嘅兩側，每邊各畫上3條貓鬚。之後大家可以發揮創意，隨心喺圖形嘅上下左右加上毛髮，令小貓有毛茸茸嘅感覺。完成之後，將所有描繪外形嘅線條加深，再發揮創意，為你嘅小貓加上飾紋、花紋，咁屬於你嘅個性小貓就完成啦。唔同嘅形狀、表情都會為小貓帶嚟唔同嘅個性。大家發揮創意，一齊嚟設計屬於自己嘅個性小貓啦！ta da！大家覺得好唔好玩呢？畫完之後記得分享俾我睇下，你嘅作品有機會出現喺下一集嘅展示時段。最後記得留言話我知下次想畫咩啦。我哋下星期再見，拜拜。